呢一次哈薩克斯坦嘅訪問取得多項成果，我哋將會達成43份備忘錄同埋合作協議，涵蓋嘅範圍包括經貿、投資、金融服務、科技、航空、綠色金融等多個範疇。當中嘅成果包括：首先，香港嘅航空公司將會喺明年首季開通飛往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嘅直航航班。第二，雙方協議加強人工智能同埋數字發展嘅合作，推動數碼基建發展，包括哈薩克斯坦會喺香港舉辦路演，吸引投資者同埋專業服務機構參與。第三，香港三大創科園，即係數碼港、科技園同埋港深創科園，同阿斯塔納樞紐協議加強創科合作。第四，港交所同埋阿斯塔納樞紐以及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協議加強合作，促進綠色金融生態系統嘅發展，跨境上市以及大宗商品交易市場嘅合作機遇。第五，香港嘅資本公司同哈薩克斯坦主權財富基金共同投資1億美元，喺哈薩克斯坦建立區域血液淨化產品製造中心。